OK，而家向大家咧係介紹嘅就係健身氣功八段錦。而家我哋咧係每一式咁去學習。咁學習完畢之後咧，然之後先再將佢整合咧，先至係一個學習嘅過程。咁再提大家咧係希望大家能夠一式咁樣去學習，咁就可以跟住嗰個進程咧全段去演練咧就會好噶啦。嗱，而家我第一式咧就介紹呢個健身氣功八段錦，就係兩手托天理三招。嗱，開始時段嘅咧，大家咧就係曲膝，就開一開個步伐，然之後將手咧四平八穩咁樣提起，然之後喺身前咧好似抱球咁嘅姿勢，咁啊做咗一個定式嘅預備動作。預備動作完畢之後咧，咁嚟講嘅咧就開始做第一式兩手托天理三招。動作咧係將兩隻手扣起，然之後提起企直，去到胸前膻中穴咧就翻起手掌，望住手掌背，一路將個手係伸到直望住托天咁嘅原則，好似伸懶腰咁樣，然之後將個頭捐翻出嚟，做好一個伸展之後咧，然之後拆開呼氣。嗱，現在再做多次兩手托天理三招，將兩隻手扣起，提起手掌，去到胸前膻中穴，翻起手掌，望住手掌背，擺到手掌平個頭喺個頭殼頂，擺平手掌，頭出翻嚟，平視目視前下方，落低拆開呼氣。一式就好似係伸懶腰嘅動作嗱，再嚟多次，吸氣提手，翻掌望住手掌背，伸展最好能夠做到8-9成嘅力度，擺手掌喺頭殼頂，伸懶腰嘅原理，然之後拆開呼氣。好啦，呢個動作咧有啲誤點嘅咧，就係當你提起手嘅時候，嗰啲氣咧吸氣就斷續續，咁就希望練到嗰個吸氣連續啦。咁隻手咧最好盡量咧去做到伸展，將我哋三招即係五臟六腑有個伸展嘅效應，然之後拆開呼氣。咁呢個就係兩手托天理三招嘅動作啦。咁開始，而家進入呢係第二式左右開弓似射雕。我哋又開始喺翻呢個抱球嘅狀態之後嘅呢，進入兩手托天理三招嘅搭手腕嘅動作。搭起手腕之後呢，隻左手做一個八字手啦，右手做一個拉弓手，然之後呢坐低個馬步。擺好依個咁嘅拉弓射箭嘅姿勢，伸展後就放鬆，打開右手掌，拖翻隻腳翻嚟企立，然之後又做另外一邊嘅動作搭滿，然之後坐低個馬步，而家係右手八字手，左手拉弓手。盡量係做到一個伸展打橫伸展嘅效果。好啦，做完之後又放鬆，裏邊有一個一鬆一緊、一持一張嘅動態喺裏邊嘅。好，嗱，而家再做多次左右開弓似射雕，伸展吸氣，好放鬆呼氣。或者自然呼吸亦都可以嚇。再嚟多次搭腕開步，坐馬，吸氣伸展，將個人打橫掹開，然之後放鬆，收腳，乘開立步。好啦，呢個左右開弓似射雕嘅動作呢，通常有啲乜嘢誤點嘅呢？就通常呢好多時。做嘅時候咧，個身體向前撲，呢個就唔啱嘅。咁啊，最好能夠做個身體係坐正直，
通常咧有啲人會係聳起嗰個肩膊，我哋要將佢放翻鬆，然之後左手畫圓，右手提起成一線形，手踭咧保持少少微曲，要做到一個伸展嘅效果，咁先至咧係會做好一個左右開弓似射雕嘅動作啦。咁另外再提一提嘅咧，就係坐馬嘅時候嘅咧，希望坐馬咧做到一個好似騎馬射箭嘅姿勢，兩隻膝頭哥棚開。咁嚟講嘅咧，就會做到一個好好嘅一個紮馬嘅效果。好，伸展後放鬆。好啦，現在介紹第三式。係叫做調理脾胃須單舉，我哋亦都保持一個抱球嘅狀態。好啦，動作就好簡單，先左手提起托天，右手掌向下翻，壓住個地下，一個托天，一個壓地，膊頭要放鬆，兩掌要對拉，片刻就放鬆呼氣，落翻隻左手掌落嚟。然之後咧，我哋就係調轉向右手提起，左掌壓地啦嚇，一個托天，一個壓地，膊頭放鬆，兩掌對拉，就係呢個調理脾胃須單舉嘅動作。好，呼氣下落。好啦，一般嘅謬誤嘅地方嘅咧，就係響佢托起嘅手嘅時候咧。手臂托到直嘅咧就唔係太好，我哋會建議咧就兩個手臂都係微曲，手掌係擺平啊，一個就係水平狀態，手指微彎微曲撐圓，就係呢個我哋需要嘅效果。然之後下落呼氣。另外一點嘅謬誤嘅地方嘅咧，就係個膊頭咧就唔能夠放得鬆，放鬆伸展咧先至有調理脾胃個效果嘅。好啦，現在係介紹第四式五勞七傷往後朝，主要動作就企起身。然之後兩手向外翻，盡量旋手臂，然之後眼係朝左後方望先，胸廓係有少少伸展少許嚇，膊頭張開，慢慢保持一個呼吸，然之後放鬆呼氣。我哋做完左邊就望右邊。提起雙手，旋起手臂，然之後咧就係朝右後方，膊頭張開，肩胛自壓，片刻放鬆呼氣，呢個就係五勞七傷嘅動作。好啦，五勞七傷有啲謬誤嘅地方嘅咧，就係通常有啲人企直之後掩胸太多，或者係凸肚太多，咁呢個咧係要將佢改善。為一個舒適自然嘅狀態，同埋咧着力點咧要盡量去旋好我哋嘅手臂，然之後咧再將佢每邊都做到平均為原則。好啦，嗱，再示範多一次，喺右邊朝後，肩胛自壓，旋臂向外翻。兩手向外翻，咁就得㗎啦嚇。好，跟住就係將隻手又再翻嚟前方。好啦，現在我哋又介紹第五式，就係叫做搖頭擺尾去心火。先打開右腳，兩手提起畫弧。將兩隻手咧擺去大腿嘅中間，輕輕掂住就得㗎啦嚇。跟住咧就係提起身吸氣，然之後咧望住遠處腳，壓身呼氣嚇，腰板保持直，旋個身過嚟去另外一邊。跟住咧就係望住遠處隻腳之後咧，眼神收回，
然之後咧再繼續畫個4分一圓，坐翻正，咁啊做個搖頭擺尾嘅效果啊。好啦，我哋通常做完呢個係一邊嘅咧，我哋會做另外一邊，呢個叫左傾，壓身時呼氣，旋個身過嚟另外一邊，望住遠處隻腳，然之後眼神離開，繼續畫完，坐正。好啦，再做多一次一對嘅動作嚇。呢個係右傾，壓身呼氣，腰板保持直，然之後旋個身過嚟另外一邊，繼續吸氣，畫完，坐正。再做一次左邊，吸氣，左傾，壓身呼氣，旋個身過嚟另外一邊。望住遠處隻腳，跟住眼神離開，畫完坐正。好，吸翻氣，提手，收翻隻腳。而家再繼續呢個係搖頭擺尾去心火嘅謬誤嘅地方。一般呢，就啲要學到嘅咧，就係我哋係身體中正咁樣坐落，身體唔好傾斜，身體唔可以傾側，盡量將個身體咧保持一個坐正嘅狀態做開始。然之後咧向右傾嘅時候咧，將隻腳咧稍稍拉順少少嚇，壓身多少許，腰板保持直。咁呢個係一個正確嘅一個方式多啲。然之後咧搖頭擺尾畫完，以唔好跌倒為原則，一個好嘅做法就係咁啦。好啦，嗱我再示範多一次，左傾壓身，身時腰板要保持一個角度嚇，然之後旋個身過嚟另外一邊，望住遠處隻腳，然之後畫完坐正，身體唔好太過傾斜，咁就會做得好噶啦。好，跟住咧就係我哋收翻隻腳翻嚟先，落翻雙手。好，現在介紹嘅咧就係兩手攀足固腎腰。首先我哋將隻手擺去身體兩側，然之後舉起吸氣，然之後兩隻手下落呼氣，去到平膊頭之後沉一沉肩，翻起手掌，收起手指，盡量喺腋下穿過塌腰，摸住膀胱經絡，抬起頭部，一路摸到落去最底嘅膀胱經絡就攀足，攀足完就舉起雙手，手臂貼耳，腰帶伸起，咁就慢慢起，咁啊完成一個兩手攀足固腎腰嘅動作。呼氣下落，翻掌，立起手指，捐過胳肋底，摸住膀胱經絡，下落呼氣，攀足，舉手臂貼耳，腰帶伸起，吸氣，好，慢慢呼氣下落。好啦，現在介紹兩手攀足固腎腰。一般謬誤嘅動作呢，就係當佢提起雙手嘅時候，落手嘅時候呢，一般個手踭呢會沉咗落去嚇。希望大家保持個手踭，然之後沉一沉肩，然之後翻起手掌，穿過胳肋底之後呢，腋下之後呢就塌腰，唔好拱背咁樣落，拱背咁樣落呢就唔係太好噶啦。我哋希望大家能夠做到嗰條腰咧係成條腰咁樣塌落去，摸住自己嘅膀胱經絡咁樣落咧，同埋盡自己能力去到攀足嘅動作嚇。做唔到嘅咧，你都可以喺上高做啊，但係要盡量做到攀到個足。舉起手臂貼耳嘅時候嘅咧，就盡量提起雙手，用呼吸帶動上嚟。咁然之後一個完整嘅兩手攀足固腎腰嘅動作係較為好嘅嚇。好啦，現在
又開始介紹第七式，呢個係爭拳怒目真氣力。爭拳怒目真氣力咧，就係將兩隻手慢慢落翻嚟之後，先開左腳成呢個大馬步，四平大馬步啊！然之後立起手指，然之後將雙拳咧擺去腰間，身體要中正，然之後怒目出拳，呼氣，打開手掌。要自己咧扭擰手臂，然之後再立翻個拳翻嚟，收翻去腰間，然之後咧就係擺翻去腰間。再嚟左手右手出拳，打開手掌，扭擰手臂，然之後再立翻個拳翻嚟，怒目收回，收翻個拳翻嚟。咁呢個咧就係爭拳怒目真氣力嘅動作啦。好，隨手收翻隻腳翻嚟。好啦，爭拳怒目真氣力嘅謬誤動作咧，通常咧開步有陣時會唔夠大啦，開步唔夠大啦。咁開步咧就盡量開翻夠大步，然之後做一個四平大馬。呢兩隻手咧係垂落嚟咧，慢慢轉為握拳嘅動作，然之後咧擺去腰間。身體咧仍然咧唔好有撲前嘅動作，呢個動作係唔啱嘅。咁你要盡量咧將個身體咧就係中正，兩隻腳咧唔好太過微曲或者小蹲，最好能夠咧係做到咧一個四平大馬嘅動作係較好嚇。咁然之後咧出拳嘅時候咧旋拳嗰下動作咧，通常咧就係唔係太明顯。希望大家做到明顯嘅動作咧，就會更加好啲嘅。咁膊頭咧就唔好端起，咁盡量係放鬆嘅膊頭，咁先至係一個比較正確啲嘅爭拳怒目真氣力嘅動作嚟㗎。好，現在咧到最後介紹嘅就係背後七顛八病消。背後七顛八病消咧，係我哋將兩隻腳咧係拍貼然之後咧慢慢提起，盡量慢慢提起。提起後咧，然之後慢慢回落，剩翻少去咧就印一印腳，吸氣提踭，然之後慢慢回落印腳咁呢個就係背後七顛八病消嘅動作。咁好啦，謬誤嘅點嘅咧，通常咧就會係起嘅時候咧會太急啦，同埋咧企得唔穩啦。咁呢啲咧就要去改善嘅地方。咁然之後咧再將佢慢慢提起，慢慢回落，印一印腳。咁就係呢個背後七顛八病消嘅動作啦。咁現在咧係介紹完畢整套嘅八段錦每一式嘅動作。咁大家咧好好學習之後咧，然之後先至做呢個全段嘅演練。